地安怎？你伫这个土地大汉，你啉遮的水，食遮的米，你爱祈祷上帝，互你会当疼惜这一块你成长的地方。台湾你若好好啊行，你会看见台湾实在是水无比。真有华语的来，咱的乡土，咱的乡土主所属，我国国之党有。对面水秀美好景致，人家地灵好徛起个一摆来，咱的乡土出所属，我国国之党有。山明水秀美好景致，人家地灵好徛个一摆来，咱的乡土出所属，我国国之党有。山明水秀美好景致，人家地灵好徛起。OK， 咱过来。尾啊遐，我哪敢若唱了无啥够的款呀？OK， 来，咱来看最后一首拜上帝的行字毋忘这首，当咱伫咧教咱的细囝的时，希望这一首歌能够传递下去508，伫咧教咱的细囝吟诗。拜上帝的行字，细汉囡仔的朋友，我望这个真水的诗歌，咱会当传落去来，拜上帝的行字，是上着欢喜，因为上帝照顾咱，伊听咱行，搁一摆来，拜上帝的行字，是上着欢喜。因为上帝照顾咱，伊听咱行字，咱三甲来祈祷。主上帝，这个时，阮用欢喜的心进入伫你的殿院。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阮人生的路程的中间，起起落落，弯弯翘翘。但是你因着爱我们的爱，差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。他用他的宝血呼唤了我们，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成为一个浪子回头的浪子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当阮入来到伫殿院的时，阮恳求你常常互阮有一个心思意念。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人，就像是耶稣比喻中的大儿子。大儿子能够享受家里的一切的美好。大儿子有机会能够享受家里的舒适、父母的关系，但是有一天，当爱呼召小儿子进来的时候，大儿子却愤怒的离开。他用他的愤怒要逼迫天父把小儿子赶出去，因为小儿子不配得。天父，阮恳求你帮助阮，常常有这种的心怀。阮是大成蒙恩的人，常常伫遮，伫教会，伫基督的家庭，伫上帝的殿院，阮伫遮享受丰丰富富的活命。真侪人的人生伫遮改变，真侪人的生命伫遮丰富，真侪惊吓后来伫遮变做个平安喜乐、阿乐感谢。阮恳求你，互阮有这款的心怀。毋茫外口有真侪需要的人，嘛有机会入来坐伫遮。因入来，我毋是甲因排除；因入来，毋是坐到阮的位了后，我们就觉得我们的位置被占了，我们心里不舒服，而是我们欢欢喜喜的拥抱他们，对他们说：“这是你的家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家，让我们一起来。”我用欢喜的心，
所有团契的人，用欢喜的心、同心合意要来庆祝上帝你互爸爸，互阮每一个人有一个爸爸。这个爸爸虽然有无同款的性格，但是每一个不同性格的爸爸，他们还是爱我们的。他用他们的方式在栽培他的儿女，用他们的方式在建立他们的家庭。爸爸真的是辛苦的，我们要纪念他，我们要感谢他。恳求圣灵就在我们当中丰富今天的礼拜，也通过今天的礼拜，通过今天每一个人的侍奉，主与我们同在，高举你的国度，把恩典与爱施给需要你的人。我那里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请咱同心准备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，平安。今日咱们来庆祝爸爸节，所以伫咱庆祝爸爸节之前，咱要先来学乐咱天顶的爸。这时，咱三个先来唱一首歌，一切荣耀学乐。来，你的手来接我。一切荣耀学乐，拢归我主我的心。一心看地可荣耀学乐。不要说的名，哈利路亚，哦老主哈利路亚，哦老主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老主哈利路亚，哦老主哈利路亚。5位爸爸来讲父亲节快乐，找5位爸爸来讲父亲节快乐。若是爸爸甲爸爸，你就互相来请安，互相来祝福。父亲节快乐！咱祝每一个爸爸每一天拢平安健康。我们一起来唱华语的。
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，他是配得歌颂与赞美。我们高声呼喊，高举耶稣之名，哈利路亚。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我们的爸爸都是很年轻的，速度加快一点。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，他是配得歌颂与赞美。我们高声呼喊，高举耶稣之名，哈利路亚。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请坐，有老寒无？咱用低调的心来学了咱天顶的爸，因为天父恩典遮尔啊大，日日落在因带，咱三个来吟这条诗歌，天父恩典真正大。天父恩典真正大，日日在因带，无论风烟也变迁。拢会最看，但求生效伊的恩，日日也有存。好在迄艰难变正欢，欢乐变福气。伊定甲因带，无咱阮的拢无煞。未来的心花，平安福气有遮尔大。总撒甲欢喜，天父恩典真正大，日日在因带，无论风烟也变迁，伊拢会最看。咱着算效伊的恩，日日也有存。好在迄艰难变正欢。欢乐变福气，伊定甲因带，无咱阮的拢无煞。未来的心花，平安福气有遮尔大，咱叫乐，为啥人生，互你的拢总撒甲欢喜。因带，互咱阮的拢无煞。未来的心花，平安福气有遮尔大，咱叫乐，为啥人生，互你的拢总撒甲欢喜。天与地都要一同来赞美我们的主耶稣，因为上帝的恩典，我们今天齐聚在这里，我们要来庆祝父亲节。我们也感谢天上的父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每一天都走在恩典的道路，每一步都是恩典的道路，每一步他紧紧抓住我们，让我们的每一天都活在盼望里面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《恩典之路》。
是我的主，引我走正义路，高山我的谷，都是你在保护。万人中唯独你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。你爱你手，将我紧紧抓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。你爱你手，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一步又一步。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。你爱你手，将我紧紧抓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。你爱你手，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咱们庆祝爸爸节，咱知影爸爸伫家庭中间，伊的角色非常的重要，总是伊的担也非常的重。咱的社会中间对男性佫有特别的要求甲期待。做妈妈的有时咱辛苦心白目时阵，咱会当找人来诉苦，咱会当透过流目屎，互咱的心情来得到吐放。总是咱的爸爸无共款，无论伫家庭。伫外口，伊拢爱扮演一个真勇敢的角色。就算有目屎，敢会当对倒位吞，巴肚来吞，伊无法度伫人的面前来将伊的艰苦。总是上帝疼咱，伫咱上帝的面头前，咱拢是伊的囝儿。爸爸有一个真大的瓦靠，就是咱的天父。所以，将这条诗歌来送予每一个爸爸。伫你的人生的道路中间，上帝要引带你，要牵你的手，你无孤单。这时，咱上过来唱这条诗歌《稳定的路》。你是我的主，带我行你的路。你是我的主，带我行你的路。关山也山坡，拢是你的保护。万人中独独，你听我，你望我，永远无变的灵魂，这一生拢是祝福。一步搁一步，这是稳定的路。你行你走，我记着保守。一步搁一步，这是不茫的路。你行你走，伊带我行这人生路。一步搁一步，这是稳定的路。你行你走，我记着保守。一步搁一步，这是不茫的路。你行你走，伊带我行这人生路。你行你走，伊带我行这人生路。请会众起立。咱来宣调。
来啊，咱着鞠躬敬拜伊，咱来敬拜创造咱的上主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，咱是伊牧养的羊群，是伊照顾的子民。咱即是咱用新的诫命，咱同齐来读。恁着尽心、尽性、尽力听主你的上帝。即个诫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即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诫命互恁，就是恁着三听。亲爱，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听阮的阿爸上帝，阿爸爸上帝，今仔日是你所定的日子，阮真欢喜。你想使阮每一个人拢有老爸老母，伫地上听阮、养饲阮，用你的话语教示阮，互阮对细汉学习你的诫命甲款式。认捌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你赏赐万物，照顾阮生活欠缺，互阮伫地面上有人听，有人惜，致使阮无孤单。阮会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你，求你互阮做囝儿的，会晓尊主做大，伫地面上会晓友好父母，互父母无为着阮来烦恼操心。过去阮若有得罪你，也是无听父母的话，求你赦免阮的罪。做父母的，若无教示你嘛无照你的教示来教囝的，求你帮助阮有智慧，引带细囝来到你的面前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主听我。会众请坐。咱即个时阵要用真欢喜的心吼，咱来领受主日学幼稚班的小朋友伊要献的诗歌吼。第一首的诗歌叫《Shaky Shaky Time》，伊第二条诗歌是《亲爱要记得》吼。来，咱请幼稚班的小朋友，咱来到头前，真鼓水吼。
要记得爸爸教的，要记得妈妈说的，常常记在你心上，挂在你项上。行走是他引导你，躺卧是他保守你，早晨睁开眼睛是他必与你谈论。神的话就是光。拍手一下，这些小朋友哈，拢是咱，咱基本上咧讲好听，后盖就讲互咱听吼。啊，这细汉囡仔吼，自细汉啊有上帝话吼，真做因的帮山吼，因咱唱的歌，互因放伫因的头壳顶吼，啊，因的心肝内吼，我想因的生命，愈来就愈有一个上帝伫因头前咧甲因带咯吼。啊，咱这个时阵要换比较大的哥哥姐姐们吼，换因要来唱吼国小部的吼，幼稚主角吼，咱因要来唱2首的诗歌吼。啊，第一个首的诗歌是《亲爱的爸爸》。第2首是《爸爸》哦，咱这个时阵吼，用真热烈的掌声吼，咱来给拍拍啊吼，来。那大哥哥大姐姐要加油喽，哦。感谢主耶稣。
真希望在座的爸爸拢会当得到健康、平安、快乐，甲啥坚强吼。希望是安尼吼啊。咱有健康的爸爸，咱才有法度养饲咱的囝儿，对无？哦，这最重要吼。啊，咱即个时阵，咱来读上帝的话吼，记载伫箴言23章22节到26节。咱来看即个圣经节吼。着专心伫教示，压耳孔伫智慧的话。囡仔毋通无教导，你用锤拍伊。袂得到死，你用锤拍伊，就通救伊的灵魂免落阴府。我的囝，你的心若有智慧，我的心的确真欢喜。你的喙若讲正直，我的心肠也要快乐。你毋通欣赏歹人，独独着通日敬畏耶和华，因为有将来的报应。你的愿望也袂为断绝。我的囝，你着听，着智慧，佮引带你的心伫正直的路。好啉酒的，贪食肉的，你毋通甲伊往来，结交压做阵。因为好酒贪食的，要母欢喜，互死你的老母快乐。我的囝，着将你的心献互我。你的目睭也着欢喜我遐的路。咱即时阵还佫另外一个圣经是创世纪第50章22节。约瑟甲因老爸的家眷拢踮伫埃及。约瑟食101岁。约瑟得到看见以法莲第3代孙马拉西的孙马吉的囝约瑟也抱因伫骹头屋。约瑟对伊的兄弟讲：“我要死啦！总是上帝的确看顾恁，带恁对即所在上去，到伊咒诅应允，互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地。”约瑟甲以色列的子孙咒诅讲：“上帝的确照顾恁，恁着将我的骨头运上去。”约瑟死，拄啊101岁。人用香料甲伊灌，将伊收落棺，停伫埃及。上帝的话，望咱拢记着咱的心。即个时阵，咱要请青年团契，恁要来献的诗歌是《我用唱歌来感谢》。
咱真欢喜青年的献诗吼，因昨吼，大家拢有写一个小卡片，吼，啊，要互伊的爸爸啦，吼，我毋知即个小卡片吼，伊头拄仔拢有献伫遮啦，互咱看，啊，我毋茫讲即个小卡片就摕互爸爸，吼，少年，青少年，对对，青少年，吼，啊，所以我毋茫讲，若还袂摕互爸爸看的吼，会当互因看吼。好，咱即个时阵，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吼，咱今仔日金句。啊，台语甲国语咱来读吼。预备来，囡仔毋通无教导，你用锤拍伊，袂直到死；你用锤拍伊，就通救伊的灵魂免落阴府。华语吼，不可不管教孩童，你用杖打他，他必不至于死。你用杖打他，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。好，咱即个时阵要请献歌队咱来献诗吼，因为献的诗歌是《阿乐以大尊名》。另外你就我耶稣将关心。
这个时阵要请牧师来分享吼，手拿棒棍的父亲吼，手提册仔的老爸，咱将时间交互伊。兄弟大家平安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是父亲节，真正真欢喜来过这个庆祝我做老爸的日子。大家今天很高兴要庆祝他过父亲节。老爸的角色形象直咧改变。父亲的形象一直在改变当中。唔知你会感觉老爸哪来哪好做，还是老爸哪来哪歹做？父亲是越来越好做，还是越来越不好做？我会记得我少年的时候，老爸要都车啊举起来就丢啊。记得他小时候都被父亲打。目睭所看的规砖头，大家人伫咧拍囡仔，伫咧追囡仔，迄个砖头的现象。整个村庄呢，父亲都在追孩子，要打孩子。今日你追看卖，今日你若追就马上讲报去警察讲爸爸伫咧虐待囡仔。今天的话你就惨了，会被告是虐待儿童。请问，你有赞同老爸老母抓册啊无？请问你赞同父亲母亲拿棍子吗？这个问题留互你家己去想。这个问题让你自己去想。因为我踮遮讲，等下我叫人抓去警察局。如果在这里说话，牧师会被抓去警察局哦。有一项，请你注意一项。请你注意一样。即摆现代的教育讲，老师袂当拍囡仔。现在教育说，老师不能打孩子。老师伫咧处罚囡仔的时，都要真细腻，若无换老师会去用告。老师如果在处罚孩子的时候，老师要非常小心哦，不然会被告。老师也袂当这枚拍囡仔，爸母也袂当这枚也袂当拍，那囡仔要安怎？老师、父母都不能打孩子哦，这样怎么办？我也阁要甲这个基督徒的爸母安尼讲。我还要对基督徒的父母这样说：囡仔一定爱教，孩子一定要教。囡仔若不教，你是咧伤害上帝，嘛咧伤害你家己的家庭。你如果不教孩子，一定在伤害上帝跟你的家庭。即摆问题是讲，要怎样教，要怎样抓册啊？这个爱升级，变成2.0、3.0。问题是你要如何教了？要升级成为2.0还是3.0？袂当阁用老步数，那不会出代志。不能用旧的步数。这个箴言圣经安尼讲。圣经这样说。囡仔唔通无教导。不可不管教孩童。咱讲一句话，咱讲一句好无？囡仔唔通无教导。孩子不可不管。华语是不可不管教孩童。即讲唔通无教导，唔通无管教，因为咱教伊是为着要救着伊的灵魂。因为我们教他是为了救他的灵魂。所以今仔日是爸爸节，我用这段圣经送互咱三甲用淡薄仔时间来想讲，要安怎样甲爸爸的角色甲做好。我们今天用稍微的时间来思想这个经节，看我们如何把父亲的角色当好。教导唔是严刑峻法，教导唔是严刑峻法。因为验官府安怎？出教察。咱俗语安尼讲，成知也走，成囝不好。不好。自己去想。即摆这个少年，啥物走啦？迄拢唔知影去啊。因为遐意思是讲，你若甲猪放踮遐，无甲关起来，无甲关好。意思是说，你没有把猪关好。迄只猪出来外口拍拍走，定定走的灶骹，连迄个灶也甲你车倒落去。他跑到厨房会把炉撞掉哈。灶是灶吗？炉灶。因为你的饭啦，你的菜拢放伫迄个灶的内面嘛，你无甲关咧拍拍灶，伊要食物，伊要食就全甲迄个灶拢甲你车倒，互你规家拢无当食。饭菜都放在上面啦，里面他如果把它弄倒，我们全家都不得吃了。咱也阁有一句话讲，迄个囡仔头慢扶大汉，头牵牛，嘿。你们都知道哈。
意思是讲，细汉的时所犯的淡薄仔这错误偏差的行为，你若无加调整，大汉伊犯的罪搁较厉害。意思是说，小时候都不管教，长大会更严重。所以，咱的祖先直直甲咱讲，树啊若要雕，都爱大丛才来雕，还是细丛的时就雕？细丛你都爱雕。哦，他说树如果要雕它，要从小的时候。所以，咱咧看一个人，你要看伊的心思、伊的意念。我们要看一个人，要看他的心思意念。心思意念都要端正，若无端正，你都要去甲瞧好好势。心思意念要端正，如果不端正，你也要矫正它。迄个拍枪的时，迄个准星若无准，你都要调好势。若无拍落，迄个枪支到最后差真远去。哦，如果要射枪的时候，你要对准，不然会差很远。所以讲，囡仔唔通无教导。所以孩子不能不教导。那第这个只问题是讲，怎样才是教导？我想这个留伫咱大家，问题是怎样才是教导？留给大家自己想。我是一个开放主义的人。他是一个开放主义的人。我真尊重囝。他很尊重孩子。但是我对我3个囝，我拍到因5年。他打孩子打到5年级。我听讲，我对我细汉的囝比较，我讲我甲你拍到5年，伊讲唔是，爸爸你甲我拍到6年。啊，对他的女儿说：“我打你到5年。”他女儿说：“不是，是打到6年。”啊，对后我就开始，我讲我甲恁当做大人，我要甲恁讲话。他从那时候就说：“我要把你当作大人，我要跟你们用谈的。”帮忙我。Sorry， 这里根本无电去。一年搁一年，我咧准备父亲节的工厂，我拢真艰苦，你敢知？一年年他准备父亲奖章，他都非常的辛苦。我10几年来、20年来，我定定我想上网去查看卖，看到底有网络上，恁会当转去试看卖呢？话答你转去试看卖。找看网络顶面吼，怎样伫咧阿乐老爸、赞叹老爸，吼。感恩老爸，赞叹老爸，看有啊无？你去找看卖。他每次都上网找文章，要找到看有没有在赞叹爸爸还是感恩爸爸的。我甲你讲，几啊10年来，我拢真痛苦，找拢无。所以好几十年来，他很痛苦，都找不到。真的吗？母亲节是你安怎上网哦？吼，一堆啦，拢在咧阿乐妈妈啦。母亲节的时候就一堆。父亲节的时，你找无啥物物件啦。父亲节的时候找不到东西。拄则阮老师搁伫遐讲，老师即摆咧阿乐爸爸的西瓜有较侪啦。我刚刚说现在越来越赞美父亲了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对。我讲 getting better， 有影有较进步。伫遮我有看到做大部人有一寡悲哀的所在，郁卒的所在。我看到父亲有一些悲哀还是郁卒的地方。拄则迄个伫咧讲做老爸、做大部人的做老爸的，袂当随便流目屎，承受真侪艰难，袂当流目屎。刚刚说当父亲的不能随便流眼泪。咱做是大人的，咱无论安怎样辛苦，咱也袂当甲咱的辛苦安怎样对其他的人讲，因为有当时讲嘛袂当理解，无讲无代志，有当时讲落搁较真惨。我们当长辈的，有时候不能随便诉苦，没说就没事，有时候说了很惨。流着目屎，流着眼泪，带着微笑，吹着口哨，勇敢向前走。这不用翻译了。你知这是我60年来我人生的体验，你敢知？这是他人生的体验。定定就是笑笑点点向前行。常常笑一笑向前走。我想这是大部人伟大的所在嘛。这是男人伟大的地方，真的吗？我想这个我若甲咱来想一项，为什么大部人通常真侪人甲事业看甲比家庭较要紧？哪敢若亲像安尼？好像男人都把事业看得比家庭重要，对不对？唔知咱有安尼感觉无？我们有这种感觉吗？是安怎大部人用伫事业？为什么男人用在事业的时间赢过伫家庭，胜过在家庭的时间？
真侪时阵，咱真侪人对伊的查甫人，还是对伊的老爸，无法度理解这项代志。为什么你常常缺席？很多小孩不能理解父亲为什么父亲总是缺席的那一位。我想有当时你要用心去理解看卖啊咧。有时候我们要理解看看。为什么真侪时阵？老爸较侪时间无伫厝，但是转来的时伫咧管囡仔，比老母较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常常不在家，但是一回来又打又骂？为什么？啊，无一定会又打又骂。夸张嘛，哦。我真趣味，我找到莎士比亚伊伫咧讲男女的中间有一个趣味的记录伫遮。他找到莎士比亚在说男女中间的事情。伊咧讲，妇人人真聪明。他说女人真聪明。少年的时，什么拢无爱。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要。伊干那要找到一个好丈夫。只要找到好丈夫。听后伊得到迄个好丈夫了后。等到他得到那个丈夫之后，伊就干那好好管迄个好丈夫。他就只好好好管那个好丈夫就好了。恁拢无看到我咧讲啥人啊？你们都不知道我在讲谁。少年的时，什么拢无爱，伊就干那要爱求一个好丈夫。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一个好丈夫。找到好丈夫了，伊就干那把迄个管好就好啊。找到好丈夫就好，他就把那个管好就好了。想想啊，敢若有伊道理。想想好像有他的道理。咱过来看查甫人真为难的所在。我们来看男人很为难的地方。对事业专心有责任的人，对事业专心有责任的人。请问一个查甫人对事业有责任，真用心伫咧拼伊的事业，安尼好唔好？请问男人都专心于事业，这样好不好？即摆问题，这个专心伫事业的查甫人，常常互伊的某、互伊的囝怨叹讲，你对家庭无用心。问题是太专心的话，妻子跟小孩会说你不用心。你看你的事业较赢过伫阮。你看重你的事业赢过我们。安尼要安怎？这样怎么办？这个为难是为难甲要安怎样会当巧甲足好势，甲这规条锁啊会当巧好势不容易。要如何把它弄得好，实在是很困难。好，啊无安尼无大部分人原来用家庭最中心。不然男生也用家庭为中心。好好来陪某陪囝。好，我们来陪孩子陪太太。几十年了，等下个某囝佫开始 complain。几十年以后，太太跟小孩会 complain。你看，阮翁赚的钱比不上别人。你看阮老爸也袂当互阮住较大的厝。你看我先生赚的钱比不上别人，孩子会说：“你看我们住的房子比别人小。”这有一句英语真趣味，伊讲：“The reason good men are hard to find is because they are usually busy working。”好男人很难找到，因为他们都在专心做事业。我即摆翻译伊个。像查甫人是安怎样遐歹找到？因为这个查甫人伫外面歹找到，因为因拢伫咧无用因的工气。有影，你看到中间有一个人，伊双手拢无啊，伊无双手啊，但是伊为着家庭，伊嘛是爱锁啊夹的，然后直直去歹。你看中间那个人，他没有双手，但是为了家庭，他还是努力工作。伫左下角这边，这个有一个乌人，伊敢若剩一支脚，但是为着家庭、为着工作、为着囡仔，伊嘛都爱伫遐拍拼。左下角那个黑人呢，只剩下一只脚，但是他是要努力为了家庭。无论是大公司的人，无论是办公室的人，无论是各行各业的人，逐个人伫外口真辛苦。无论是办公室还是大企业的人，在外面大家都很辛苦。台湾是一个台湾的岛屿真水，农业真发达的所在。台湾是一个农业跟企业都非常发达的地方。但一代搁一代投入伫农业的去做，我甲你讲，搁10年了后，台湾这种做的查甫人，拢退休啊，拢老哭老到袂种做啊，你敢知？我们注重农业，但是10年后，这些男人都不能种植了，怎么办？我要呼吁这
伫咧成长的30岁左右的青年人，你若会当还有眼光投入伫农业，因为政府即句会做真侪农业的训练。老的即代60、70岁、70、80岁，这10年来拢会退了去。台湾即个土地遮尔水的所在，什么人要去经营，要去耕作？他要呼吁年轻人要从事农业，不然10年后我们的台湾是谁要来耕种？所以大家好好想啊。因为咱咧讲，即个社会的水是由真侪人点点伫大个角落，踮咧起造即个社会的水。这个社会的美，是因为大家都默默的工作。当这大部分人伫外口遐尼辛苦打拼，倒来到厝。当这些男人在外面很辛苦而回到家的时候，倒来到厝看到伊的囝，你叫伊东，伊走西。回到家看到孩子，你叫他向东，他要跑西。叫伊安静，甲家己的代志创好，伊甲你大细声。叫他安静，把家庭弄好，他跟你大小声。啊，你哪讲哪挑去讲？越讲他越故意。想到家己伫外口遐尼辛苦，倒来看到厝内安尼，我甲你讲，真侪人心会怎啊压起来？想到自己那么辛苦，回到家又没有人要听话，自己就会脾气又发起来。所以我即句佫倒转来用囝字的立场，敢会当做囝的，咱替老爸想一下，老爸真正伫外口真辛苦。现在我们要呼吁孩子为父亲想一下，真的父亲很辛苦。老爸伫外口的辛苦，迄边你看袂到。父亲在外面的辛苦你看不到。我要讲，你永远看袂到。你永远看不到。因为老爸50岁左右，你还阁是少年。因为父亲50岁的时候，你还很年轻。你30岁到60岁中间的辛苦，你拢在读册。从30到60岁的时候，你都还在读书。恁伫这个社会经历的领域内面，恁无法当交叉，恁交叉袂到。在社会的经历里面，你看不到父亲的经历。搁伫这段时中间，真侪时阵你是青少年的迄个反叛期。在这段时间，你又是青少年的反叛期。所以你听袂到老爸的心声，你永远听袂到。所以你听不到父亲的心声。所以倒转来看到一寡囡仔的时，我甲你讲，伊有一寡情绪，我想迄个是必然。所以回来的时候，父亲看到孩子会有一些情绪，这是必然的。当然，咱嘛会期待讲，爸爸你要教我会使，啊，你一定较有技巧的。即摆是21世纪啊，莫遐尼粗鲁。我们会说，爸爸，你教我们的时候可不可以温柔一点，不要那么粗鲁。但是我甲你讲，亲爱的下辈啊，少年人啊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亲爱的年轻人，请你可怜一下父亲好不好？因为阮的士大人咧教阮的时间，就是一支迄个定调尔啦，伊太会晓甲阮讲话，从来士大人毋捌坐来到我面前，甲我讲一句话啦，定调尔啦。因为我们父亲在教导我们的时候，只有棍子伺候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人安尼服阮的时，阮袂晓啦。所以真侪人阮袂晓。我们这样被教导，我们不会用其他的方法来教导人。我一世人，我接受遐侪家庭的协谈，你知影我的苦痛伫遮，真侪人袂晓啦，因为伊无迄个经验啦，做事大人无迄个经验。父亲他做了很多的协谈，他知道很多人不会。所以这伫咧讲，上面就是讲，做囝儿若无教是父母的责任。这里说，子女没教是父亲的责任。但是要安怎甲囡仔教好，适当来教，真正迄是一个做老爸真大的苦痛。无教我的责任，子不教谁之过？父之过。啊，要教都袂晓安怎样教。所以不教的时候是父亲的责任，要教的时候又不知道如何教，好苦哦。所以，请体贴你的老爸，请体贴你厝内的长辈。因真用心，但是无一定会晓，因为咱的文化，咱传统的文化无即块，这敢若伫圣经内面走，伫咱。所以请我们体贴一下父母，因为传统文化没有这一块，只有圣经才有。即讲老爸摕鞭的目的是为着要规范。啊，这里说父亲拿鞭的意思就是要教导。规范以外，都要搁甲遐歪出来的囡仔，搁甲导正带来到伫应该有的位。把那些走偏的孩子，又要把他导到正路。互即个两代中间的疼会当搁较完整，搁较完整。把两代之中的爱能够更完整。咱若了解讲，上帝有当时也嘛会用鞭拍伊所疼的囝。有时候神也会用鞭打他所爱的孩子。咱就会当体会肉体的爸爸有当时啊。
嘛会有嘛应该要有教导。所以我们要体会，我们的父亲有时候也会用这个鞭来教导我们。目的就是要甲囡仔甲带倒转来。目的是要把孩子带回来。让我跳一下。最近一个，我请你原来小可用心观察一项代志。请孩子观察一件事情。毋知你有感觉，即个若敢若真歹、脾气无通偌好的爸爸吼？有没有感觉脾气不好的爸爸？真侪时阵，伊比妈妈较好参详，你敢知？很多时候比母亲还好商量。即个若敢若脾气无通偌好的爸爸，这有时候脾气不好的爸爸，有当时伊比妈妈较容易了解你的心，有时候比妈妈还容易了解你的心，较紧尊重你的意见，更容易尊重你的意见。有可能即个看落真歹的老爸，伊真紧伫你拄着问题的时，真容易、真紧就替你找到答案。有时候在很犹豫当中，这个父亲很容易找到你的答案。即个若敢若真歹的老爸，其实伊背后用一套伊的方法伫咧听你，伫咧听即个家庭。这个好像很凶的父亲，其实他背后有一套逻辑在疼你。但是即个曾经甲你抱咧，甲你细汉的时，当啊害，当啊摕经到头，即个爸爸伫休困的时陪你去公园散步，即个爸爸，毋知当时慢慢了，你怎啊甲伊讲无话？不知道小时候他疼你，然后抱你，又带你到公园散步的时候，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跟他不讲话了？真正这是我真深的体会。这真的是牧师很深的体会。我伫张师大教册10几年，我学生直直讲，伊袂晓甲因爸爸讲话，他在张师大教书10几年，学生一直说他不知道如何跟父亲讲话。这是我做老师，我感觉真奇怪，他会变做安尼款。这是他当老师的时候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这每一个囡仔，敢毋是互爸爸生大汉的吗？他会10几年了，怎啊讲无话讲，袂晓。每个孩子不是都被父亲玩大的吗？那为什么以后就说没有话说？我毋知影，即句你甲你的士大人会晓讲话啊无？这时候你跟你的父亲有在说话吗？你若已经高中、高2以上、高2以上，我毋望你开始做这样代志。如果是高2以上，我盼望你开始做一件事情，会晓约你的士大人讲话，学会约你的大人们讲话，约你的爸爸讲话，约你的父亲讲话。你的爸爸绝对真爱听你讲话。你的爸爸绝对很喜欢听你说话。试看牧师的话，你等下试看试试看父亲你的的话。老爸在等你，但你好好想要甲伊讲话。你的父亲在等你。有一个人做一个梦，有一个人做一个梦，梦中讲伊剩最后12点钟通活。梦中说他只剩12小时。这是一个大企业家。这是一个大企业家，剩12点钟通活，剩12个小时可以活。你想伊到尾伊这个12点钟，你想伊安怎样处理？你想最后12个小时他要怎么处理？伊离开伊的办公室。他离开他的办公室。伊倒去到伊的厝。他回到家。伊甲伊的士大人、甲伊的某、甲伊的囝拢 call 来。把他的家人、父亲、妻子、小孩都全部招来。然后开始伫拢踮厝内过一个最后迄个12点钟，就是踮厝内甲家己厝内的人。然后最后12个钟头都是在家里与家的人同过。伊伫遐甲伊的太太踮遐啉茶。跟太太喝茶。伊看伊的老爸、阿公甲孙仔踮遐伫咧升旗。他跟阿公跟孙仔都在下棋。伊看伊双生啊踮遐伫咧耍。双胞胎在玩。然后伊的心感觉我真幸福。然后他觉得他很幸福。因为大部分人的一生，人敢若是事业真要紧。男的一生好像事业非常的重要。但是你知影事业最后是目的是导向倒去无？但是你知道最后的目的是在哪里吗？是啥？家庭。是家庭，是妻子、小孩。但是我要甲咱讲一个悲哀的现象。但是我要跟你讲一些悲哀的现象。现代家庭6成、7成是冷淡破裂的。现在的6、7成的家庭是冷淡破裂的。
真侪人无法度得到迄个家庭的温暖。很多人没有办法得到家庭的温暖。真侪查甫人一个出去了后，无法度找到伊应该有的享受的所在。很多男人出去找不到他哪里可以享受。也搁伫咧奋斗的过程，身躯歹去啦。还在奋斗过程当中，他身体就不好了。也搁伫咧奋斗的过程死去了。还在奋斗当中，他就死了。也搁伫咧奋斗的过程，互伊的太太不谅解，互伊的囝儿无尊重。还在奋斗过程当中，孩子、妻子都不谅解。那不管怎样，咱甲即句甲这个做爸爸，咱甲拍一个扑克来好唔好？我们的父亲拍手。啊，你不甲我拍？啊，真正咱爱对咱身边的这个做爸爸的，什么要对长辈身边当父亲的，有真侪因的心声，咱都唔知影。很多他们的心声我们不知道。昨下晡无拍算，我咧准备讲章的时，保罗突然来弄门。昨天他在准备讲章的时候，他的宝贝儿子 Paul 在敲门。他会遐拄啊好，我迄个时伫咧准备讲章，想到真侪代志，我停伫遐坐到遐，然后我想我的一生。他刚好在思考他的一生。然后情绪一个来，家己踮内面哭到乌啊面皮。他情绪一来，他在里面哭了。伊踮安尼弄门。他在敲门。我想讲弄的伊当停啊，结果伊阁唔停，阁踮安尼弄。他不开，他一直敲。所以我一个出来，看到我的老目屎。一出来，他看到父亲在流眼泪，这叫心电感应了。我人生要行一条人生的路，真正不简单。要走一条人生道路，真的很不简单。我想到我的老爸。他想到他父亲。我想到我家己对少年到即嘛。他想到他从小年轻到现在。我想到我辅导过真侪家庭的危机。他想到他辅导过很多家庭的危机。我想到我即摆我安怎样伫咧期待看我的囝儿。他想到他如何期待看他的儿女。我想到我三个囝直直咧讲，爸爸妈妈，咱的家庭若无信仰、无上帝，真正迄是足危险的代志。他想到儿子跟他们讲说：“爸爸妈妈，如果我们没有信仰，我们真的是非常危险。那假使无这个信仰，咱的家庭早就破去了。如果没有这个信仰，我们早就家庭破碎了。”因为想想咧，我目屎当啊直直流。各位，我眼泪一直流，他现在也快流了。保罗一直在敲门。我要讲，真正来时路不容易。牧师说，来时路不容易。请你要做一个温困的人。请你要做一个殷勤的人。请你都要做甲努力尽力，但是毋望你到尾后有机会，通倒转来享受家庭的圆满甲幸福。你无论怎么打拼都没有关系，最后要回到家来享受。你会记得，无论你是什么人，每个人到尾啊，终点站拢是伫家庭内面的圆满。无论你是谁，都有成就，最后一定回到家的圆满。唔知我这句话你要同意无？不知道你同意吗？你要讲阿免无？你要说阿免吗？那安尼来讲，可能夫妇的中间，迄个方向无共款，方法无共款，但是忍耐等候总比得救。但是虽然夫妇方向不一样，方法也不一样，但是忍耐总比得救。因真侪时阵，咱的耐性无够，咱挡袂牢，然后你就无法度享受最后迄个美好的。有时候我们耐性不够，有时候我们就不能享受最后那个 moment。圣经予咱的应允是流目屎也清子，后壁欢喜收割。圣经的应许是前面流眼泪，后面是欢呼收割。若无真正要伫事业、要伫某囝中间要取得一个圆满的平衡，不可能的。否则要在家庭事业当中取得一个美满的平衡，很难。有当时囝嘛会 complain 讲，爸爸，你伫我的什么时阵你缺席，你对阮无够陪伴。有时候儿子也会抱怨说：“爸爸，有时候你都没有陪伴我。”我心内咧讲，听候你食，听候你大汉，你才做下我看卖啊。他心里想说：“等你长大，你才做给我看。”我也唔敢安尼甲伊讲。Paul，你有做吗？他不敢说。
最后，我望你会当对许大人做什么？最后，我盼望你自己想，你可以为了大人做些什么。我望亲爱的青年，还是中年以后，只要你现在还阁有爸爸，我常常讲，恁都爱对我较客气咧，因为我是一个孤儿。只要父亲有爸爸的，你就要小心一点，好好想。他现在是孤儿啊。圣经讲，恁都爱好款待孤儿甲寡妇。圣经说你要好好的款待孤儿跟寡妇。所以恁千万唔通欺负我。所以你们千万不能欺负你是。上帝会打你屁股。你若还阁有老爸伫咧，请你保守、珍惜这款的机会。如果还有父亲在，请你珍惜这个机会。我送你5句话。我送你5句话。第一，对心底敬爱你的老爸5分。从心底敬爱你的父亲5分。10分的中间，你无论如何，你常常爱敬爱你的老爸，对心底敬爱你的老爸5分。在10分当中，你时常要敬爱你的父亲5分。因为你的老爸实有付出足多，是你唔知影。你的父亲实在付出很多，你所不知道。伊付出的拢无机会对恁得到。他付出的都没有机会从你们。伊敢若直直付出，直直付出，到尾付出到一半，伊就死去啦，伊就破病啊！伊完全得袂到伊一世人。他只是不断的付出，有时候根本没有机会得到。有当时讲话较重，你莫甲伊计较，你敬爱，因为伊真正听你。有时候讲话比较重，你不要跟他计较，因为他真的爱你。第二，请注意听，佮想伊对你讲的话。第二，请注意听跟想他对你说的话。因为无一个人亲像许大人这么听你，听佮想伊的话。因为没有一个人像父亲、母亲这样爱你。第三，请把握机会对伊讲，多谢你，爸爸，你辛苦了。请把握机会跟他说，谢谢你，爸爸，你很辛苦。有人伫咧讲，牧师，你这款的话，他也不会甲阮某囝讲啦。有人说，牧师，你这些话怎么不跟我的儿子、妻子讲？我敢若心内想讲，你他也不会甲恁某囝带来做礼拜啦。我心里想说，你为什么不带你妻儿来做礼拜？真侪时阵，礼拜煞，真侪人拢甲牧师，你这话应该搞出我啥人讲，搞出你他也不互伊来做礼拜。很多人做完礼拜后都会跟他讲这些话。我要甲你讲，教会本身就是一个上水的所在，伊咧替你教你教每一个人。我说教会是一个很美的地方，就是替你教导每一个人。第四，常常对你的爸爸讲一句互伊会当安心的话：爸爸，你放心，我会努力，但是求你替我祈祷。他说：“爸爸，我会努力的，但是求你为我祷告。”爸爸，我会真打拼、真努力，但是请你搁继续替我祈祷。说：“爸爸，我会努力的，但是你一定要替我祷告。”我需要你甲我祝福。我需要你为我祝福。我需要你甲我祝福，我无需要你替我担心伤济。我需要你的祝福，但不需要你的担心。我安尼讲，唔知恁有同意无？不知道你们同意吗？做是大人的，咱就干那祝福咱的囝。将伊交予上帝就好，莫硬念会出代志。我们做父母的，只要祝福就好，不要臭念了。第五，咱咧恳求，换咱来祈祷上帝，祈祷咱的天父上帝赐予咱的爸爸真正平安健康，然后享受幸福，爱互咱的爸爸到最后有一寡幸福感。我们要恳求我们的天父，求他是平安、健康、幸福给我们的爸爸。今仔日礼拜三，你也唔免请恁爸爸去外口食餐厅，唔免。今日礼拜晚不用到外面吃餐厅。因为做爸爸的，我想所有的爸爸甲我拢同款，无差甲迄个一顿。我想所有的父亲跟他一样，没有差到那一餐。我有。就敢若普通时。加对恁爸较尊重就好啊。只要平常对恁爸较尊重就好了。我讲话你小可想一下、听一下就好啊。他讲话你稍微想一下。做什么代志会晓甲我讲，爸，多谢。做什么事都可以跟他说，爸，谢谢。确实是安尼哦。等下礼拜三，大家人拢留落来食饭。咱教会为着你准备，咱教会替你请你的是大人，所以甲大家每一个老人、每一个长辈拢留落来。所以我们做完礼拜不可以去外面吃餐厅哦，只能够在教会吃哈。等下礼拜三伫6楼8楼，咱
英福迄个大餐厅啊。6楼、8楼都永福大餐厅哦，菜顶好吃的，世界一流。所以做时大人的，其实心内敢若求一项，请望这个囝儿会当健康、幸福，会当敬爱上帝，会当听人。做时大人差不多对囝儿所求的是敢若安尼尔。我们这些大人只希望祝福孩子，让他们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愿上帝赐福咱。愿神祝福我们。咱三来祈祷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。我要将今仔日现场所有这个兄弟姊妹，拢交托伫你的手中。我要把现场当中的兄弟姐妹都交在你手中。阮中间有人，也阁有父母。我们当中还是有人有父母。我要恳求圣神伫因的内面做工。我要恳求圣灵在他们里面做工，互因会晓珍惜把握。他们学会珍惜把握，好好敬爱因的老爸甲老母，好好敬畏他们的父亲跟母亲，好好用安然的心听谈，佮思想因父母对因讲的话。好好安然思想他父亲的话。阮感谢上帝，互阮伫地上有一个老爸。我们感谢上帝，在地上我们有地上的父亲。兼且有人已经无老爸，说不定有人已经没有父亲。但是伫阮身边有真侪阮的长辈，因就是阮的老爸。但是我们身边的长辈就是我们的父亲。恳求上帝，互阮会晓做一个敬爱长辈的人。恳求上帝，让我们学会一个敬畏长辈的人。有一日，阮直直大，我嘛望下辈会晓敬爱阮。有一天，我们一直长大，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下一辈能够敬畏我们。阮感谢上帝，我们感谢上帝，做阮天顶的大老爸，做我们天上的父亲。无论阮行到什么所在去，无论我们走到什么地方，你拢伫遐伫咧陪伴照顾阮，都在那边陪伴照顾我们。感谢靠主耶稣的名，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阿门。咱即时咱来吟圣诗491首，打伫青年时代吼。打伫青年时代，人生充满选择，思想看法找求应答，面对五望疑惑，主，阮要归向你，求你引带无离，伫阮一生所行所做，找你形象旨意。请起立吟全首。
咱即个时阵要请华语堂来献诗，因要献的诗歌是《明白听》，明白听，明白爱。感谢主，今仔日是圣乐主日，所以咱今仔日会搁加唱加吟诗，要来学乐感谢。长老教会是一个吟诗的教会，好无？咱即个时咱准备来吟517首。咱的乡土住所事，五国规矩逐项有，山明水秀，美好景致，人杰地灵好徛起。
今日学了乡土的歌，请咱起立。咱的乡土之所是，无孤单难有，三面水秀美好见地，人间的莲好客气，百万年来修恩典，无道主心无变，现在那是无地叮当，一万年古变老人，社会日日在变迁，教会日日着渐渐，别人辛苦阮阮也真，你我唔通坐地行，行目来看新手艺，渐渐要落害人类，永远彰显伟大公义，环境污染的天理，做主上帝真惊日，若着关心无理，若是告诉天的万事，事事关心无丢度，咱的乡土着无相，春雨雨阴做记笑，三脚起做地手天公，咱来行顺其安乐。真多，咱只是准备心来奉献。请起立。请坐。
介绍几个新的朋友伫咱的中间，若介绍无对的，可能爱请咱起立吼。牧师娘的姐姐甲伊的孙珍珍、芳芳伫遮，来咱起立大人欢迎恁，好唔好？呀，这是牧师娘的大姐甲伊的两个囝吼，欢迎对台南来。这段时间牧师娘伫台南真无闲，伊迄个30几年的幼稚园，这两天拢伫咧结束，听甲变一变互人，所以真辛苦，姐姐拢伫遐咧斗相共吼。郑丽芳姊妹甲彩玲姊妹即摆毋知伫倒位转去啊吗？落去，拄落去吼。伫上帝名内面欢迎恁哦嘿。毋知抑阁有啥物新的朋友无 ？OK， 调飞欧阳，调飞迄个来，毋知伫倒位，咱兄弟。OK， 好，欢迎恁哈，欢迎恁夫妇伫遮，吼，上帝祝福恁哦。OK， 好。平安，上帝祝福，特别是爸爸哈。OK， 好毋知抑阁有新的朋友无？好，若无我简单今仔日时间的关系吼，我真紧都讲过哦吼。搁一摆，甲遮个爸爸做爸爸的恭喜咱即句请所有的爸爸起立。然后，咱要请美女执事送咱一个红包。你若是帅哥执事嘛是会使啦吼。来，请所有的爸爸拢起立好唔好？来一点音乐来。做爸爸的吼，做爸爸你都拢免客气哦。这个其实摕到的是，毋是内面的内容物，互你欢喜，是迄个红见红，互你欢喜吼。这是永乐教会对咱遮的做爸爸逐个人，我嘛有来。你摕到的是会当去全年为你所爱的吼。好，若摕到的是，你就会当坐落去。伫楼顶嘛有，1楼注意哦，1楼嘛有哦吼。4楼甲3楼甲1楼咱敢若互现场的尔吼。咱无 ，OK， 愿上帝祝福。咱的团队伫初六到初八去台北受生命教育的经济的讲师训练。这礼拜5是的，这是毋对，是新德中会中级会来咱这个遮做中级的训练。然后请牧师甲团队为着因有4场的专题吼。愿上帝祝福毋茫替阮祈祷。后礼拜是总会所定的幸福家庭的主日。我讲对7月、8月，咱拢直直用青年、用家庭做中心，所以请咱注重家庭，甲咱的家庭起做好。除了咱家己的家庭，因为人的幸福，家庭是真要紧的因素，所以请咱用心搁较安怎辛苦经营咱的家。教会就是上帝予咱的家，请咱嘛大家用心来起做咱的教会，用感恩，然后用斗补，大家人拢来斗补，互教会倒位欠缺，拢会当因为你伫遐怎补起来，迄个教会变做真水的大家庭。咱8月2日咱有要洗礼，即摆洗礼名单已经加真多，所以请咱退遮的要洗礼的人代祷。抑阁几若位也无伫即几工直直出来吼。所以请咱备办心，嘛鼓励你的子孙，咱也袂洗礼，你关心的朋友，请一批搁一批，咱拢会当付会着吼。逐礼拜6 10点20到12点咱上课。迄个8月20到21有2天，对北部有一个团体要来训练咱桌游的种子老师的训练，请咱紧报名。其实即摆若敢若名单已经满的款。然后9月18到27，咱有迄个生命成长小组，
愿上帝祝福遮个带甲团员，每一个人拢伫遐蒙恩。伫团契的消息的中间，请咱注意一项，各事工部，咱即摆已经拢积极伫咧准备60周年，咱教会60周年，请各团契对50周年的手册，搁来即个咱搁来10年的中间，遮个各团契上新的重要事迹，请恁各团契爱紧整理起来，好无？对50周年遐整理，然后搁后壁这10周年，各团契拢真整理。底下筛选最重要的就好，筛选最重要的就好。请开始各团契爱叮当哦，这样事请团契会长甲辅导注意，大家人分工合作。守中团，咱教会遮尔水的守中团，即摆佫欠1、2位的团员，请咱到鼓励介绍有人来。青年原本要定伫黎巴嫩山庄即个生活营，因为咱即马有取消，请鼓励所有人去参加咱中中青年部办8月17到19 DNA 上帝的拣选即个夏令营，好无？和平教会今仔日下晡要庆祝因的60周年，咱是明年吼，伫遮替因。祝福，愿上帝祝福伫遐的好因的时间。咱已经有一批的人要参加8月27、282天的迄个音乐营，愿上帝祝福，互咱教会音乐的人才会当哪来哪做。然后咱总会阁有办即个长辈时间的观摩，若会当咱望咱有人会当去看。咱总会内面咱的时间做了真，长辈的时间做了真好。望会当阁继续精进。台中中会妇女部有办即个青年的联谊，未婚青年的联谊，若需要的请介绍去参加。咱一寡社区的活动，一寡台岛的事项，拢请咱来看，伫台岛的中间来提起。愿上帝祝福，互咱两正联络年老的人，逐个人拢有人陪伴，有人关心照顾。请一组一组的人发动去关心你迄组上帝的羊群，会因为你伫咧发，迄组会当加真坚固。咱来看台语好无？第10页。每周一句台语的话，咱会注重台语，实在是因为台语直直咧无去吼。来遮安尼讲，小福道牧师互咱的一句话，俗语一句，安怎？福无相济，祸不单行。来，搁一摆，福无相济，祸不单行。特别歹空的代志，较常接拄着，较常接拄着，较常接拄着。你无听人讲一句，人若衰。种卜生菜瓜，饲薰鸟，缀人飞，安尼啦。OK，愿上帝祝福你。迄个8月生日个，来8月份生日的，慧聪老师无？会使无？毋是，来慧聪老师，后摆若拄着这慧聪老师，你都家己走起来。来，这咱永乐教会版本的。来8月份生日咧，来请咱起立，伫咧今的时，请咱周边的人代替教会去甲伊握手，去甲祝。8月份来，祝你生日快乐呀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啊！伊都嗨呀，乐哩嗨呀！哎呀，落哩哎哟，嗨呀，落哩哎呀，伊都嗨呀，落哩嗨。上帝祝福你，年岁若加添，众人人听你。咱这个时来吟圣诗506首，拜上帝敬礼，拜上帝敬礼，时常欢喜，因为上帝照顾咱，伊疼咱今日，请起立吟歌首。
爱上帝的行日是上着欢喜，因为上帝照顾咱，伊听咱行日。是上帝的儿女，做人要诚实，因为上帝要我们殷勤来服侍。信上帝的儿女，说话带安慰。上帝听见真欢喜，称他为宝贝。信上帝的儿女，脸上无笑容。上帝笑我们耳朵，谦卑又温柔。是上帝的儿女，一起来赞美，歌颂上帝神尊名，心中常感谢。真多。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请起立。当恁着欢欢喜喜，带着上帝精英的神对遮出去。就带着使命，着家己知你是上帝手中的宝贝，上帝已经伫耶稣基督的名救赎你啦。伊予你有权柄，伊予你有对生命的热情，受册进入这个社会。这世间有黑暗，侪侪人着答，你着诚侪光，你着诚侪盐，你着诚侪互浪子回头，带因倒来上帝家的使者。愿三位一体的上帝。因带祝福坚固你的手所做的工，对这时到永世代不尽。阿门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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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门，阿门。咱犹原搁徛地，咱来为着等下食饭祈祷，好无？咱下刷的是去6楼，甲几楼？8楼。哦，伫遐有永福的大餐厅，咱三个祈祷。主上帝，阮感谢，愿你用你的话来养饲阮的灵魂，阮的性命。主上帝，我们谢谢你，愿你用6楼跟8楼丰富的餐点来健康我们的身体，让我们带着健康的身心灵跟感恩喜乐的灵，一起来做你要我们做的圣工。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说，阿门。OK， 请坐，上帝祝福你。